是情人桥附近是吧？啊，对，这边前面就是情人桥，情人桥的风景不是风景桥，这个庙的啊，这边是个化石庙来的。化石庙。对，就是化石庙。OK。好。情人桥沙滩土产海鲜，海味商。OK。看到没有？不爱读书的后果就是夜来香。什么叫夜来香？就是挑大便了。你们自己看。喂，今天是要带我来的 dance spot 的谢氏宗祠啊！我父是姓谢的，对啊。这边是我们的祖先来的，祖庙。我也是理事啊，现在不理事了，不理事我去其他地方看一下，看对，看看。老表，这里是大树情人桥。对，以前不是这样的哦。对呀，以前的木做的，木桥。变的。变。对呀。现在新桥。年轻，记得我们年轻带女孩子来。对，情人桥啊。啊？那是10多年了。哪里40多年了？来到情人桥，岸上瞧一瞧，就是这条啊。对，哇，这流线型哦。好，这是把最出名的情人桥，在。